英国外交大臣拉布1月17日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高级专员到东突厥散进行调查。拉布当天出席天空新闻电视台节目时称：“我认为在东突厥散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这种情况让人感到震惊。”拉布说，38个国家追随英国批评和谴责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中国声称这一切都是西方和英国制造的谎言。我们说的是，如果你对指控、主张和报告提出异议，那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澄清：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拜访、访问并查看这些地点。他说，我们正推动像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这样的权威第三方到东突厥散进行访问。英国外相拉布预计本周向国会议员宣布他的多项方案，根据针对出口可能用于镇压的商品或科技制定更严格的法规。据报道，著名作家、诗人和文学家哈基米尔扎希德卡里米死于中国监狱。根据文件显示，现年80岁的哈基米尔扎希德卡里米于1939年出生于喀什，1958年毕业于当时的新疆学院。1959年，他以自己的诗作《盒子里的宝贝》而被定作为土著民族主义，这在维吾尔社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他在监狱中服刑13年后，从1972年到1979年在家软禁7年。据报道，喀什维吾尔出版社的退休编辑卡里米是2018年被中国当局集体逮捕的10多名受害者之一，其中大多数人是喀什出版社人员。他于2018年11月被判入狱11年。哈基米尔扎希德卡里米也是许多历史小说的作者，包括苏丹阿卜杜拉拉希德汗和苏丹赛伊德汗。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周三宣誓就职，民主党人拜登计划一上任就将签署一系列与疫情、经济、气候变化和社会公正相关的行政命令，逆转特朗普时期的一些政策。拜登的高级顾问、未来的白宫幕僚长科赖因周六表示，拜登在上任第一天就将签署多项行政命令，这些行政命令会涉及武汉病毒疫情、美国经济不景气、气候变化和美国社会存在的种族不公问题。宣誓就职后的数小时内，预计拜登将签署行政命令，履行其先前的很多竞选承诺。这包括推翻特朗普针对一些穆斯林国家民众的入境禁令。一种新型冠状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1年多后，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专家组在周四终于抵达中部城市武汉，开始对病毒进行溯源。武汉实验室的科学家承认，在收集样本时，他们被洞穴中被新冠病毒感染的蝙蝠咬。2年前出现的录像带，在冠状病毒大流行席卷武汉及后来的世界之前，显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不戴手套和口罩的情况下研究活病毒的情况。这显然违反了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个人防护装备的安全规定。一位研究人员说，蝙蝠的尖牙像一根针一样穿过它的橡胶手套。这些发现首先会增加科学家感染冠状病毒的可能性。欧盟呼吁以色列放弃在被占领的西岸建造新定居点的决定。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约瑟夫·博雷尔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以色列决定在耶路撒冷以南的吉瓦特哈马托斯建造800所房屋的决定违反了国际法，并要求停止招标过程。